各位觀眾，歡樂今宵大除夕特備節目《福鼠臨門迎新歲》現在開始。各位，為咗迎接甲子年嘅來臨，嗱，今晚呢，我特別請到五歲獸上嚟為大家表演精彩嘅節目。首先見到嘅呢，就係貔貅啦。係啊，貔貅呢，就係由青絲演變而嚟嘅。清朝初期嘅時候呢，就係由廣東惠陽、東江、海豐一帶嘅居民呢，開始冇呢一種貔貅嘅。咁而貔貅呢，係屬於一種驅邪之物嚟㗎噃。跟住出嚟嘅就係藍獅。咁啊，據說明朝初年咧，藍獅首先就喺廣東佛山出現嘅。咁每年除夕啊，鄉民舞獅打鼓，佢嘅意思就係話咧，可以趕走年獸，象徵吉祥啊！喺青猴同埋大頭佛嘅帶領之下咧，貔貅同藍獅相會，咁樣咧可以為大家趕走邪氣同埋衰氣，迎接新嘅一年。而家見到嘅咧就係北獅出場啦，咁北獅咧就係響北魏嗰陣時咧由胡人傳入中國嘅喎，咁後嚟咧再由魏樂獅咧傳入宮廷，咁就成為御前取樂嘅武藝啦。而家見到就係南北獅碰頭，咁啊象徵南北一家親，大家和諧共處。